今日收到表友寄嚟嘅一隻勞力士，我一攞上手就覺得機芯狀態唔太好。其實呢款表我一向建議3年就要保養一次，但而家睇落嚟機芯有幾個大問題。首先最明顯係搖晃個聲好大，代表自動軸承已經鬆晒，情況非常嚴重，長時間冇保養。自動軸上面啲潤滑油早就乾晒，出現生鏽同埋嚴重磨損，軸心變幼咗，自然就變成自動舵鬆動，跟住自動舵開始掛住甲板，再掛住固機圈同埋後蓋，啲磨損出嚟嘅金屬碎屑會跌到成個機芯入面都係，搞到潤滑油都被污染咗。所以啲輪軸喺冇油嘅情況之下，仲要夾埋啲污染物，潤滑油變質得更快，零件磨損就更加嚴重。呢度一滴油都冇剩，連埋都生鏽晒，滿地都係磨損出嚟嘅金屬碎屑。擺輪軸用嘅防震器本身係有保護功能，雖然未被污染到，但油圈已經細得幾乎見唔到。再睇下防震器嘅情況，呢邊個縫明顯偏大，另一邊反而冇縫棘，代表防震器個上蓋已經出現偏移，有可能係因為擺輪長時間受震動，導致蓋子錯位得好嚴重。